大家好，今日我要介紹嘅元素係鋁。鋁嘅化學符號係 Al， 係喺地殼裏邊含量最豐富嘅金屬，大約佔咗8%。而你哋可能唔知道，喺100幾年前，鋁係曾經比黃金仲貴，因為當時係好難提煉以及提取。鋁最大嘅特點係輕，佢嘅密度只有鐵嘅1/3，而佢嘅外表係銀白色嘅，好軟，可以壓成我哋成日用嘅鋁箔紙，而且佢嘅導電性能非常好，好多嘅電纜就係用鋁做嘅。而鋁其實係一個活潑金屬，原子序係13，而喺佢所屬嘅周期表裏邊嘅周期係3，係13族，而電子排布係2、8同3。鋁雖然活潑，但係佢唔會好似鐵一樣生鏽。點解呢？因為佢喺表面形成一層睇唔見嘅保護膜，隔住咗空氣同埋水。而呢個亦都係點解鋁槍同埋鋁罐可以用好耐。講到用途，最常見嘅就係汽水罐同埋鋁箔包裝。另外，由於鋁好輕以及又夠硬，所以就可以用嚟做飛機、高鐵同埋汽車，仲可以慳油。而屋企裏面嘅門窗，甚至係你手機嘅外殼，亦都可以，其實係好多都係用鋁合金做嘅。鋁嘅提煉喺1886年出現咗重大嘅突破。美國嘅霍爾同埋法國嘅埃魯同時發明咗電解法，令到鋁嘅價格暴跌。從此，鋁唔再只係貴族嘅玩具，開始進入咗一般人嘅生活。不過，電解法係非常耗電嘅，所以鋁工廠通常都覆蓋喺水力發電廠嘅附近。鋁其實仲有一個好大嘅優點，就係可以無限回收。而回收一個鋁嘅罐頭所節省嘅電力，其實係足夠令到電視可以開足3個鐘。而且回收鋁嘅能量消耗其實只有從礦石提煉嘅5% 左右，所以其實佢係非常嘅環保。從貴重金屬變成隨手可得嘅材料，而鋁就證明咗輕重同耐用係可以同時存在。多謝收睇。